谁？你知道阿兰的全名吗？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根本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粉丝能告诉我，这位非常有名的在日本发展的非常非常出色的中文演员阿兰？哇，好漂亮啊！好漂亮哦！好美哦！现在走向我们的呢是武林大会出镜率最高的艺人哦，也就是越来越美丽的代表人物，她的名字叫做阿兰达瓦卓玛。记住了，阿兰达瓦卓玛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好听。没错，她是来自西域高原，活跃于日本流行乐坛。阿兰在日本顶级音乐公司是第一位签约的中国大陆艺人。阿兰演唱的歌曲呢，多以爱与和平为主题，她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非常的有大爱耶。对，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女生。智慧与美丽一样一生的女性。好美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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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好漂亮，阿兰。你好。阿兰，我们刚才介绍你的名字全名应该是阿兰达瓦卓玛，对吗？阿兰达瓦卓玛，对，因为我是藏族，所以对。哎，第一次来澳门，感觉这边歌迷好热情。对啊，特别的热情。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榜中榜，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就是非常感谢榜中榜，就是邀请我来，因为今年我这次还没有发片，但是5月份我在筹备我从日本回来以后的第一张全新的国语专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谢谢。一定会的。我也相信在现场的所有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会很期待你这张新的专辑。我刚才一直想说，你知道达瓦卓玛，它是一个藏族的名字，但是它有一个含义，你能猜到吗？你肯定猜不到的。达瓦卓玛应该是美丽的女性，因为阿兰非常的漂亮，这个名字该不会就是很美丽的意思吧？接近，非常接近。智慧应该是智慧的意思。很会唱歌的女生。哎呀，你不要猜了，应该是月亮女神。达瓦是月亮，然后卓玛是仙女的意思。月亮仙女哇，人如其名，有没有？真的耶，名字取得真好哎。谢谢。对，而且阿兰在日本的成绩非常非常的骄人我记得应该是在2009年的时候，因为赤壁演唱的那个主题曲《久远之河》，对，《久远之河》是在日本创下了一个记录，对吗？应该是在日本的销量。你很了解吗？我是粉丝我跟你说，他对漂亮女生都特别的了解。真的吗？掌握的特别的你们知道吗？阿兰这首歌在日本的销量甚至超过了菲姐在日本的销量。哇，真的，就是日榜冠军嘛，就是对，因为赤壁的电影在日本上映非常好，所以我也是借他的光，然后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对。那你现在真的是考虑把工作的重心是放在日本和国内，还是有哪边是侧重呢？前4年是一直在日本，然后现在是刚回来呢，希望这2年能够把重心放在国内。好。那你觉得在日本的演艺圈发展跟在国内演艺圈发展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不一样啊，我觉得日本的话呢，它会比较严谨。对，然后比如说它的 schedule 几点就是几点，那国内的话就是会比较灵活。对，我只能说这么多。对，国内有很多的观众都是通过武林大会认识你，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越严厉越美丽的这个代言人。你对自己，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吗？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在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快乐或者不快乐的事情，对，然后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要放弃。那不管环境有多么的严厉，也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好，谢谢阿兰，谢谢欢迎你今天来，请到前面签名，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期待下一个艺人走进红地毯。